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光影新角度，我是郭伟。今天这位嘉宾呢，其实我关注他很久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采访到他。但是这一次他带着自己的电影作品来到这里，让我们欢迎阿兰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电影频道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阿兰。虽然有时候你一直在唱电影的主题曲，但这一次是有主题曲参与到电影当中，2个身份，对吗？参加这个女汉子真爱公社的时候是奔着去唱她的主题歌，然后当时那个制片方就说，那你能不能来演这个女三嘛？哎，那这一次跟谁的对手戏你觉得更多一点？主要是跟赵丽颖和张翰嘛，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我演的是就是赵丽颖的闺蜜，她给我计算这个爱情的公式，就是等待喜欢我的那个人出现。就是你在说这个被动和主动在爱情当中的话，你是一个什么性格呢？我没有主动的去追过人，对，就是爱情里的话，我应该如果真的遇到个喜欢的人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会感受得到吧。原来你也是一个比较含蓄的，在爱情上面是属于不主动的人。不主动，绝对不主动。那在接下来的安排音乐上，是今年有专辑要出吗？今年有专辑，然后现在自己以前也写嘛，然后现在就是有更多的时间，就是找一些音乐上的一些老师到我们家来教我编曲啊，然后作曲啊，对，然后乐理这些，希望能够再巩固一些。然后有更多闲暇的时间，就是学学乐器。这个电影呢，虽然说是在院线已经上映了，但是未来也会在电视上播出，所以还依然为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就是《女汉子真爱公司》这部片子，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青春，然后比较励志，然后也比较搞笑的一部片子吧。但是我觉得就是像爱情这种东西的话，它其实不是通过计算就能计算出一个方程式的，可能也是要通过一定的缘分。然后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就是你很心仪很爱的人的话，你就要大胆的向他去告白，然后也不要去太在意旁人的这个眼光，所以就加油。